荷兰大选激进右派自由党争做国会上大党，封号做荷兰川的怀尔德斯，预估是新总理。美国甲加拿大边境的彩虹桥，昨有轿车并且爆炸，2个人死亡。初步调查判断，毋是恐怖攻击。英国天团 Coldplay 停多元性别，顺延到马来西亚、印尼等伊斯兰国家的时阵，都有穆斯林抗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继续来关心以下冲突。以色列甲哈马斯本地休战协议是今仔日就要用尽1万休战时间，不过即阵算是风声讲又搁要延后，又搁出现变数。另外，以色列的军队是公布因发现的哈马斯地道，这影片内底已经灶骹会议室逐项都有。以下冲突爆发1个半月，伫卡达甲埃及的协助之下，原本双方同意伫当地23早起10点释放哈马斯绑票的50名人质，甲拘禁伫以色列150名巴勒斯坦人，来换4天的停战，实施人道物资救援。因讲以色列军方伫暗时的态度煞出现转变。אנחנו קיימנו היום שיח של הרמטכ"ל עם כל מפקדי החטיבות. אני גם לא יודע מתי תיכנס הפסקת אש. אנחנו נהיה ערוכים לעשות כל מה שצריך כרגע. אנחנו מתמקדים במלחמה. מה שעשינו היום זה לחשוף מנהרות של חמאס ולהשמיד אותם. 以色列表示，停战协议未伫当地离时正正开始。相关人士透露，因为以色列无收到哈马斯要释放头一批人质的名单，考虑到其他无稳定的因素，决定延后协议的实施时间。对于停战只有4天，联合国安理会日呼吁延长停战的时间，对于加沙提供更较侪人道援助，互更较侪人质会当平安倒转去。另外，以军继续伫加沙北部扫动，日又搁公布哈马斯伫司法病院下边的地道，内底甚至是有下镜仔、厨房甲有装空调的会议室这空间。以军表示，在地道的其他出口有一寡伫幼稚园，有一寡伫清真寺，也是学校内底，方便互哈马斯会当伫城市内底四界攻击。Now we are in the tunnel just below the Qatari building that you saw outside. There is rooms that helps the Hamasis to stay here, and they uses the hospital as a human shield because they understood that we will not attack them. We assume that there is another way out that they prepared. It's not open yet. 以下冲突的证据嘛，脱小美国的好莱坞，捌伫1996年摕到奥斯卡影后的好莱坞女星苏珊·莎兰德嘛，因为出席参加亲巴勒斯坦集会，口舌犹太人体会穆斯林的滋味，引起犹太人甲美国的穆斯林不满，互好莱坞顶级的经纪公司 UTA 开除。另外，电影《精神尖叫7》的女演员梅丽莎·巴雷拉，嘛因为转发指控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文章，和制作公司用对反犹太主义零容忍的理由来开除，无法度演出更系列的后续电影。公司新闻台上朋友。荷兰国会大选，其右派自由党摕到37席，争做国会上大党，是由因带头组成联合政府。自由党的头人怀尔德斯应该就是未来新总理。这个怀尔德斯是搁封号做荷兰的 Trump， 立场较激进，反对伊斯兰，反对移民。其实这几年有未少国家政党轮替变做右派执政，前2天阿根廷 Trump 米雷伊嘛当选新总统。这主要就甲移民佮有国际冲突恶化有关系。这百姓对温和的左派已经失去信心，希望较激进的右派会当有较硬手段来处理问题。大家欢喜的发声，荷兰日暗时结束大选投票。根据出口民调，反伊斯兰加反移民的极右派自由党有机会摕到35席，变作国会最大党，会为荷兰政坛甲欧盟带来新的局面。I'm very proud,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comes with a lot of responsibility. People expect our agenda of hope, tougher asylum and immigration policy, people getting more money to pay for their utilities and groceries. 60岁的自由党领导人怀尔德斯，互人叫做荷兰版的川普，连续25年担任国会议员，是荷兰目前任期上久的议员。捌讲要办理脱欧公投。今年7月，荷兰联合政府无法度伫移民政策达成共识，煞解散。怀尔德斯就利用这种的机会得到选民的支持。不过，准讲自由党得到胜利，离单独组织政府的条件也真远。一定都要寻求其他政党合作。不过，实处加纳苏自由党的另外3大党已经表明未加入怀尔德斯这边。
Wij zullen nooit in een coalitie stappen met een partij die Nederlanders uitsluit. But she has said already that she doesn't want to work with him as a prime minister. And my view is that he has no stature in Brussels, in Europe. 这届荷兰大选有26个政党投入战场，无特别爱倒一党的中间选民变作是多数。根据荷兰调查研究机构的统计，今年有8成民众是中间选民，也互怀尔德斯甲自由党敢若以23%的得票率，就变作国会最大党。根据荷兰的选制，各政党必须组成实处超过一半的人民，才会当成立内阁。伫这个最近这个历史，毋捌有政党单独组局，必须要由3至4个政党合作，才有法度组成联合政府。若做怀尔德斯无法度甲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安尼新总理的人选会出现变数。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罗西亚军将伫咧顿内茨克占领区办罗军表演活动的时阵，是去互俄军轰炸，25个人死亡。这当中就包含一个罗西亚出名演员曼赫斯。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北韩今日宣布全面废掉甲南韩签的919军事协议，要伫咧军事分界线部署更较强军力。英国《Times》报道，高中彭济国接见去互哈马斯掠去的人质的家属。高中表示，加沙冲突已经唔那是战争，是恐怖主义。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阿拉斯加东南部有小镇因为大雨崩山，3个人死亡，也有未少人失踪，恐惊拢是互逮伫咧土角下骹。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政府正是主动一战，想要抬锡克教分离主义暗杀案。美国怀疑这是印度当局伫咧幕后主使的。美国甲加拿大边境的尼加拉水墙的彩轻桥，昨是有轿车高速并车伫咧检查中爆炸，这驾驶甲乘客2个人拢总当场死亡。迄当阵4条过境的桥，甲附近的水牛城机场拢总赶紧封起来，惊讲这是一场恐怖攻击。不过相关单位调查了后，认为是单纯的车祸，过境的交通陆续恢复。肇事的车爆炸，烧甲敢若一圈火球，看到的人在讲进前车在关速的时阵烧落，规飞起来过程，想到佫真惊。I first thought it was an airplane. It looked like slow motion, and I said, "My God, it's a car, and it's a vehicle, and it's flying through the air." He hit the concrete barrier. 即麦当时赶运一个连续假期，是车上济的时阵，伫美加边境尼加拉水墙的轻桥关卡头前发生这件车祸，造成驾驶和乘客2个人拢当场死亡。检查站的海关人员轻枪，虽引起安全的疑虑，美加当局正重视。嘛，随封锁包括轻桥在内，尼加拉水墙附近美加之间的4座桥。美国水牛城机场的国际航班是暂停起降，美国国铁嘛暂停加拿大下境的火车，但是经过调查，已经排除恐怖攻击的可能性，都甲轻桥以外的边境关卡拢开放，互民众会当行。At this time, there is no indication of a terrorist-involved attack here at the Rainbow Bridge in Western New York. 调查证实，肇事的高级轿车的车主是纽约州的居民，伊讲是载因某去加拿大听演唱会，但是演唱会取消，因就转去附近的教场，在离开教场了后，就发生这件车祸。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英国天团 Coldplay 11月11日来台湾开演唱会，是请真侪歌迷抢票去看。咱的高铁甚至有开加班车。即阵 Coldplay 的巡演行程是已经到马来西亚，除了歌迷真欢喜，不过确实嘛有反对的声音。主要的原因就是马来西亚主要是信伊斯兰教 ，Coldplay 挺 LGBTQ 多元性别族群的立场违反因的教义。顶礼拜三 ，Coldplay 去另外一个伊斯兰国家印尼的时阵，甚至佫有抗议的民众甲警方起冲突。穿简单的雨衫伫中外排队，就算在落雨，这 Coldplay 甲团迷众的热情是一点仔嘛无受影响。英国天团 Coldplay 的欧洲巡演，22时来到吉隆坡，真侪甲迷 fans 是期待要看因精彩的演出。Lagu-lagunya semua menceritakan tentang kehidupan, love, humanity. Memang best lah lagu Coldplay。Coldplay 集团的巡演顶一站是来到印尼的雅加达，但是开始像进前煞拄到反 LGBT 穆斯林团体在示威抗议，交通塌掉，佮爆发警民冲突。Kami sebagai Muslim, sebagai warga Indonesia, rakyat Indonesia harus
konser musik Coldplay yang sangat kental dengan LGBT. Coldplay 伫吉隆坡开演唱会，虽然受到粉丝真热情的收听，强调无希望音乐含政治牵做伙，但是大马宗教师协会本地是伫19要求讲要取消 Coldplay 伫大马的演出，认为讲这种享乐主义的活动已经违背大马当地的道德规范。不过大马首相安华对这讲，政府是无理由阻止因开演唱会。大马地方政府发展部部长嘛讲，欢迎 Coldplay 这艺人来大马演出，帮助经济发展。公司新闻港文编译。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顶礼拜去互董事会开除了后，遂宣布要去另外一间科技公司微软上班。这 OpenAI 高层员工嘛抢讲要集体离职，对阿特曼走。伫咧一寡股东甲员工的压力之下 ，OpenAI 董事会改组，新的是宣布要甲阿特曼请回去。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最近几年因为催生开讲的机器人 ChatGPT 名声是通人知，但是伊说伫17，互董事会无意见甲开除，互科技界拢错一个。OpenAI 重要股东微软后壁虽宣布讲找阿特曼来继续开发人工智慧产品，几百个 OpenAI 员工嘛连续发函，讲是要做伙石头落去微软遐，再压力互 OpenAI 董事会定改组，而且宣布互阿特曼转来。分析认为讲，这个纷争是因为阿特曼主张应该加速 AI 的发展和扩大盈利的模式，和一寡董事意見無共。The AI genie's out of the bottle, so the argument in favor of going slowly and steadily has run up against some pretty serious headwinds because that genie's out of the bottle. Someone's going to do it, and you might as well be the one doing it because then you recoup your investment. So there's a pro-investment argument there. 学者指出讲 ，OpenAI 的新董事会是找前美国财长桑莫斯和前业务执行长来，会当看出希望加速发展 AI 的翕派是出头啊，嘛互 OpenAI 和政府和华尔街维持更较好的关系。I think if this technology goes wrong, it can go quite wrong, and we want to be vocal about that. We want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阿特曼5月去美国国会参加听证会时阵，嘛无被极力强调人工智慧的发展是需要监督机制，因为若互乌白用，有可能对人类造成无法度弥补的伤害。伊伫风波过后，搁转来做 OpenAI 执行长，嘛继续推动新一代 GPT-5 技术的研发。分析讲，伫新董事会和股东的支持之下，阿特曼发挥的空间会搁较大。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AI 除了应用伫咧机器人的方面，即阵科学家嘛利用 AI 科技到掌握冰山氧气的状况。巴基斯坦伫咧冰山附近安感应器放大水，避免去危害到民众的安全。传统的科学家拢是人工操作，用卫星传递的影像冰山的分析数据来定位监测大型冰山，量化冰山退冰的程度。毋过根据卫星所翕的影像，冰山海冰甲残云，伫湿地甲外观拢看袂清。特殊处理时特别费气高工。即摆科学家透过 AI 科技的协助，会当点短短0.01秒，就准确画出大型冰山的面积甲外形。I think the algorithm could get even more accurate, but I think the study has already proven that it's a very powerful and very useful tool for this. 另外，巴基斯坦有80万人住伫冰川15公里的范围内，冰川退冰。成做大大细细的乌比，若是乌比溢水来做大水，会随时危害民众的安全。为了改善这款的环境，巴基斯坦已经伫北边的冰川附近安装监测器甲监视器。若是冰川有变化，数据就会当送到手机啊，通互民众随时反映。फ्यूचर प्रेडिक्शन ये है कि ये ग्लेशियर जो है ना मज़ीद पीछे चले जाएगा और ये जो झील जिसे जो है ना दरकुत ग्लेशियर झील कहा जाता है, यह हर साल इसकी जो है विड्थ और इसकी जो है डेप्थ में इजाफा होता रहता है। थ्रेट ये है कि डाउन स्ट्रीम कम्युनिटीज़ के लिए ये झील जो है ना बढ़ने की वजह से गर्मियों के मौसम में जो है ये फटने का ख़तरा है, आउट ब्रस्ट होने का ख़तरा है और डाउन स्ट्रीम जो पॉपुलेशन है वो 2010 और 2078 की तरह इफेक्टेड हो सकते हैं। तो लिहाजा हमारी जो रिसर्च अब भी इस वक्त जारी है। 南美洲的佩鲁第22宣布讲，过去58天来，境内有56.22的冰川已经消氧气。佩鲁国家冰川和生态研究所的官员讲，佩鲁目前有1050平方公里的冰川，虽然冰川是用冰的方式当作储备水，会当伫酷旱时阵提供用水。
不过全球暖化变强，气温一直升悬，加速冰川的消融，卖增加土石崩落，危害民众安全的风险。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越南湄公河口的土地营养是稻米的大产区，不过这几年因为顶楼区水力发电大坝，加上这沙石啊去互污了，这溪水就愈来愈串流。这7年来是已经有2000户去互溪水淹去，当地居民生活甲种植拢愈来愈困难。住伫湄公河三角洲昆珠市郊区的李氏红梅，目睭紧紧看水面的厝，无奈可笑。今年热天有一天透早，伊雄雄听见一声大声响，困醒一看，这间伊用心血经营的餐厅已經入入水泥咧食水。Trời ơi, tôi hết hồn gì đó, khỏi còn gì đó. Tôi nói tôi khóc luôn đó, tôi nói giờ không có còn tôi khóc rồi nói chứ. Chứ hỏi mà buôn bán mà sống hàng ngày mà hỏi mới bỏ đồ gì 10 mấy 20 triệu dưới quán á. Là thiệt hại luôn, không còn cái gì hết trơn luôn. 附近的民眾嘛有同款的作物，伊的花園有一半已經淹水。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的稻米之鄉，民眾專靠掠魚也是水上刺激的生活。不過這幾年越南基礎建設大大的發展，敢若三角洲地區在咧做6條國道，需要5400萬立方公尺的沙土。三角洲的採砂活動大大增加，地勢水速變甲緊國急，加速水化失土，真侪厝體因為地基失土來崩倒。官方數據顯示，2016年以來已經有750公里長的水患因為失土來退後，將近2000戶的厝體淹伫水泥。Là cái nơi sinh hoạt, tức là nhà cửa của họ khi sạt lở vậy không còn an ninh nữa thì họ rất là khó khăn trong cái duy trì cuộc sống tại chỗ. Thứ hai á. 世界自然基金會估計，以目前每年3500到5500萬立方公尺的開採速度，到2035年，湄公河三角洲最底的沙土就會污到大地。若是繼續惡化，到世紀末會有半個三角洲消失。So in about 200 years, the delta will disappear altogether, and we will have to rewrite our geography books, and it's difficult to imagine Vietnam surviving, existing as a state without the delta. 这几年越南政府想要去提拔来阻止水患失土，不过拢是无采工。伫政府提出解决办法进程，三角洲民众的生活就是持续的惊讶。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日本东京总是办头一届桥本社世界杯比赛。21个国家参赛者伫咧加入桥本社90分钟，落尾是英国队桥上座摕到冠军。一声命令，所参加比赛人3人一组出发，大家手提一个塑胶袋啊，甲夹仔只工具，因要比的是什人赢桥上座分数。Sometimes it was really hard because there wasn't really that much trash, but that's when we had to look a little bit deeper, like in the bushes, or just really focus on the cigarette butts on the floor. 这是第一届桥本社世界杯比赛，有为英国、美国、法国、澳洲甲地主国日本等21个选手参加比赛。比赛规则是90分钟之内，看什人赢桥上座分数。参加比赛人伫东京涩谷街路，无放过任何所在，有人为树叶内底找出粉彩，有人变过哪间桥本社，或就是到贩卖机后边挖出几啊个铁管啊甲阿鲁米管啊。Cigarette butts. Everything we have, everything, our clothes, our buildings comes from Mother Earth, and so we really have to protect her. 日本环保团体为2008年开始举办过差不多230场桥本社比赛，目的是为鼓励民众净化公共区域。90分钟的比赛时间结束，所有选手登到出发地点，先将本社分类好，各一地一地称重。2点目はですね、それを知ってアクションを起こそうとしている方々、この方々に対してこのアクションする機会を実際に創出する、提供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2つ目の目的となっています。最後結果出來，英國隊57.27公斤摕到冠軍。主辦單位透露，下一屆橋本社世界盃會喺2025年舉辦，到時陣會有更較濟國家來東京參加比賽。公視新聞鄭偉仁編譯。環保觀念愈來愈時行，這飲料的包裝嘛會對咧改變。過去葡萄酒多數是用玻璃canna底，不過這陣澳洲的葡萄酒公司是推廣用紙殼仔底。
讲生产做起来碳排放量较少，成本嘛较俗。也若是法国是推广回收玻璃杆仔，平均一支是会当重复使用50届。讲到葡萄酒，大家想到的拢是这种用水水的玻璃杆仔缀着一罐一罐的葡萄酒。但是最近澳洲的葡萄酒生产公司则开始伫推广这种用纸盒仔来底的葡萄酒。葡萄酒生产公司的头家讲，比起传统的玻璃杆仔，用纸盒仔会当减少碳排放量，符合即卖的环保潮流。而且，若是要运送到国外去卖，运费会加真俗。pallet of cask wine is 900 litres and there's 576 litres in a pallet of glass wine. So even in savings of freight, this is quite substantial. 但是葡萄酒用纸盒仔来底，就会互人感觉哪像较粗俗。不过专家讲，若是有愈来愈多厂商拢开始出纸盒仔装的葡萄酒，消费者自然就慢慢会接受。Once you start seeing 25, 30, 50% of the product available that way, people say, "Oh yeah, I'll try it." 另外，伫法国，大家继续使用玻璃杆仔来底各种的饮料，但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让玻璃杆仔使用起来更较环保。这是法国西部城镇卡尔克福一间全法国规模上大、专门伫清理、回收的玻璃杆仔的工厂。所有用过的玻璃杆仔送来遮了后，会伫4个无共温度的大水槽内面消毒、洗清气，再搁烘好干。只要处理甲清气淡淡的玻璃杆仔，就会当重新搁用来底饮料。工厂的负责人讲，即马回收的玻璃杆仔一般拢是会拍碎、扬掉，才做其他的用途。但是，甲玻璃杆仔洗清气，搁定用来底饮料，其实是搁较省能源、搁较环保的做法。De refondre les contenants à 1500 degrés pendant 24 heures, alors qu'on peut juste laver et réutiliser ces contenants jusqu'à 50 fois. Et donc ça permet d'économiser 79% d'énergie, d'éviter 77% d'émissions de CO2. 目前，这间工厂一年就会当洗6000万的玻璃杆仔。工厂一方面甲真侪间大卖场合作，已经设200几个玻璃杆仔的回收点；另外一方面，嘛甲使用这种旧玻璃杆仔来底饮料的厂商合作，伫包装顶头印一个特别的标志，鼓励消费者加买这种环保的产品。希望结合大家的力量，共同来推广这种重复使用玻璃杆仔的做法。记者感恩恁编译。那讲到缅甸，拢是这几年军政府独裁印象。不过，其实缅甸几落百年前是东南亚的贸易中心，唔但有丰富的天然资源，这文化嘛真多元。即阵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就当咧展缅甸的历史文物，要互大家了解缅甸繁华的过去。18世纪末、19世纪初，缅甸全盛时期所建造的黄金佛像，在伫遐看规个会场。大英博物馆这场缅甸特展，收集当地自公元450年到即马超过1500年的文化甲艺术成就。可能大家拢唔知影，伫16、17世纪，缅甸就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对几个科学的小王国，两边发展真济东南亚上大的国家，也不是科学的贸易中心。迄当阵的缅甸是科学的强国，每一个无同的王国，拢甲边仔的泰国、中国、斯里兰卡，甚至是中东甲非洲的国家有来往，形成跨文化的思维甲艺术形态。甲即马封闭孤立的情形真无同。缅甸出产翡翠、虎币、红宝石甲油木，丰沛天然资源伫咧展场内也四围拢当看到。有银做的碗，装饰真水的古兰经的鸭，到金纸的宗教文物。That although it's a developing country, it's actually extremely wealthy. Its resources are just very poorly distributed. So it's been wealthy, it's been a huge empire in the past, but until 1948, it was not the shape that it is today. 19世纪后期，广本王朝结束，缅甸建立英国殖民统治，所以大英博物馆有正丰富的缅甸收藏。这边展出的超过130件的文物，大部分拢是因的收藏，亲像是湿婆神骑公牛的茶雕，也有其他博物馆招来展品，亲像雕工正秀的象牙的椅仔。大英博物馆这场自 Burma 到 Myanmar 的特展，希望会当呈现缅甸互人袂记的璀璨的过去，重现历史的全貌。展期是自11月初2到明年的2月。公司新闻施惠两编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暗时同一个时间再会。